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11月18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63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69天。前线总共发生了176次战斗，其中52次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克兰国防军正在切断敌军通往波克罗夫斯克的后勤补给线。乌克兰第7空降突击军空袭摧毁了链接谢里多沃和波克罗夫斯克的公路，因此俄军使出了利用这条路线用轻型车辆渗透波克罗夫斯克的能力。在其他路段，乌克兰军队正在设置额外的工程障碍。根据荷兰志愿兵的描述，波克罗夫斯克的战斗确实非常残酷。泽连斯基也说目前俄罗斯再次未能按照普京设定的最后期限攻占波克罗夫斯克和库皮扬斯克，最后期限已被迫再次推迟。另据最新消息乌军的亚速营能征善战的这个亚速营已经抵达波克罗夫斯克，这个是一支令俄军闻风丧胆的铁血部队。根据这个乌军第7军团的评估这不是波克罗夫斯克乌军的主力吗？说目前有超过300名俄兵在波克罗夫斯克，他们目标仍然是抵达波克罗夫斯克北部边界，并试图将波克罗夫斯克与米尔诺格勒一起包围。俄方声称的数字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被困在波克罗夫斯克的人已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在已变成杀戮区和暗战之地的这片区域里慢慢死去。在这里，甚至连整条街道或一片林地都可能被2名士兵和200架无人机控制。与此同时，乌克兰工兵继续在所有通道布雷。另一段俄罗斯方面释放的视频显示，一辆坦克驶向波克罗夫斯克附近的一个射击阵地，但在进入开阔地带几秒后就引爆了一枚地雷。任何俄军车辆，无论是坦克还是摩托车，都无法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自由通行。每一次试图运送补给或增援部队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这个第7军团说波克罗夫斯克变成了一片杀戮区，就像它南部的田野曾经的那样。乌军坚持其战略，将俄封锁在铁路线以下，阻止其行动，并歼灭任何靠近该镇的部队。通过将精准的无人机作战与持续不断的布雷行动相结合，守军已将波克罗夫斯克变成了一个陷阱，任何进入其中的俄兵都将丧生其中。咱们一直说时间站在乌军这边只要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多坚持一天普京的压力就要大一点，普京离崩溃就更接近一点。从前方看波克罗夫斯克聚集了俄军全部精锐部队，但是至今未能拿下。从马里乌尔、利西昌斯克、巴赫穆特、阿夫迪夫卡，俄军的战斗力是一年不如一年。从钢铁洪流到摩托车、骑驴马车大战，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16日发布战报说他说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向乌军防御纵深地带推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2个定居点。俄战术航空兵、导弹兵、炮兵的部队向保障乌克兰军工企业运转的能源设施、无人机装配车间以及141个区域的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4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海王星远程导弹以及197架固定翼无人机。这是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战报乌克兰国防部呢，这个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克兰国防军袭击了俄西南部萨马拉州古比雪夫炼油厂，袭击引发爆炸与火灾。乌方同时确认了此前对梁赞州炼油厂的打击结果，称该炼油厂的原油蒸馏装置和储油罐均受损。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叫金库姆工厂昨晚遭乌军无人机攻击起火，该工厂生产用于俄罗斯军事装备、弹药和电子产品的锌和化学材料。乌克兰还连夜再次袭击了奥廖尔火力发电厂以及乌里扬诺夫斯克州的叫韦什凯马变电站和被占领的顿涅茨克附近另一个变电站。顿涅茨克和霍尔利夫卡已经停电。前不久乌军在新罗西斯克干了一票大活用这个海王星对吧 Plus 版呢，对俄罗斯新罗西斯克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这也是乌克兰对俄罗斯黑海沿岸关键基础设施最重大的一次行动。这座港口是俄罗斯黑海地区
主要石油转运枢纽，每天处理220万桶原油，在全球石油供应当中占比高达2%，占全球的2%呀。在攻击了这个港口之后啊，当地人讲，俄罗斯已停止了通过黑海哪怕是一丁点儿石油，这将导致俄罗斯经济每天损失超过1亿美元出口收入。那么乌克兰方面啊，对打击新罗西斯克港的这个评估啊出来了，说最近对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打击造成主要后果是第1537防空导弹团的部署地点受到了影响，其公开披露的团级兵力包括2个 S-400师，一共是16个发射装置和一个铠甲 S-1师啊6个发射单位，还不包括其他装备，比如说指挥车辆、运输装载车辆、通信设备等。该地区的卫星图像显示，部署了5至12个 S-400导弹发射装置。11月11号啊，就是乌军打击新罗西斯克之前2天啊，卫星拍到的照片有7个已部署 S-400发射器。现已证实，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A 特种作战中心摧毁了4套 S-400导弹发射装置，这个一个完整的导弹连一部预警雷达和一部目标搜索雷达。无人机袭击区域内可能总共有多达12套发射装置，即使其中一些是诱饵。这次袭击和导弹库引爆也直接击中了至少一个 S-400师和一些铠甲防空系统。很多人不知道啊，那这个打掉了相当于一个 S-400师是什么概念呢？这个对俄军的破坏程度啊，跟莫斯科号巡洋舰改装和猪网行动啊，就炸掉多少架那个战略轰炸机行动相当。这个一个是俄罗斯的海军，一个是俄罗斯的空天军，这是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方面遭受的最大单次损失。这个 S-400防空系统是打掉一架少一架，这发射装置打掉了4套。根据保守估计，战争3年半期间共有19套 S-400导弹发射装置受损或被摧毁，实际数字更高。仅此一次打击可能使 S-400的损失增加了20%至30%，这还不算人员伤亡。负责克里米亚、罗斯托夫、北高加索战区的南部军区第4近卫空军和防空部队集团正遭到乌军的摧毁。有证据表明俄在该战略区域的超级强大的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无法抵御乌军在430到450公里纵深的联合打击。乌克兰对俄目标中程打击成功率上升，不仅是因为乌克兰自身能力的提升，还因为俄后方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密度降低，部分系统已被摧毁，其余系统则集中于保护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特殊区域。这对俄来说意味着一系列的连锁问题。对于俄罗斯的防空部门来说俄罗斯领土太大了，防不胜防但是根据俄罗斯方面的传来的消息说乌军对新罗西斯克的打击很可能打掉了7台 S-400发射器，那这个损失更大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11月14日公开视频画面显示一支身穿防爆装备的朝鲜工兵分队在执行任务前集体高喊口号，并将脸紧贴朝鲜国旗，场面颇具政治象征意味。在军用车辆中，士兵们还高唱颂扬，对吧？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歌曲，展现强烈的政治忠诚。这支朝鲜部队目前正与俄罗斯军队在前线库尔斯克地区共同执行扫雷任务。11月16日，波兰方面称从华沙赶往卢布林的铁路被人为破坏。波兰总理图斯克说在波兰华沙至卢布林的铁路被炸毁，这条铁路线对于向乌克兰运送援助物资至关重要。炸毁华沙至卢布林铁路是史无前例的破坏行为，直接针对波兰国家及其公民的安全。这条铁路对向乌克兰运送援助物资也至关重要，无论肇事者是谁，我们都要将之绳之以法。这个看上去应该是俄罗斯人干的，用这个爆炸装置摧毁了这个华沙至卢布林的这个铁路，很有可能为了迟滞北约对乌克兰的军火支援，对吧？好拿下这个红军城俄罗斯恐怕冒险派出他的这个敌后武工队、间谍小分队渗透进这个波兰，准备把这个铁路给炸掉。这样是为了延缓北约向乌克兰运送这些军事物资这样的话，以让俄军
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占据更加有利的形势啊。为什么俄罗斯会铤而走险？那应该是逼急了，没办法了。以往啊，俄罗斯都是用导弹还有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境内的这些铁路线，这一回对吧，把手伸到波兰去了。这个意味着啊，普京啊在疯狂的试探北约的底线，对吧？这次如果派人去搞破坏，北约波兰选择这种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了害怕跟俄罗斯发生冲突啊，选择沉默或者是口头，对吧？这个谴责，那么下一次恐怕就是导弹和无人机啊，这个符合普京的这个性格啊。我们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啊。首先呢，根据这个法新社的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7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法国，并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签署军购意向书，乌方将从法国采购多达100架阵风战斗机和其他防空设备。法国新闻频道称，法乌领导人在维拉库布莱空军基地签署了这份具有历史性的意向书。法新社称，该意向书列出了乌克兰未来可能采购的100架阵风战斗机及相关配套武器，以及正在研发的新一代防空系统、雷达系统和无人机等装备。报道称，法国总统府补充说，该意向书并非购买和销售合同，全部交付预计将在大约10年时间内实现。我记得泽连斯基啊，前不久刚从瑞典买了150架战斗机，叫鹰狮战斗机吧，这个从法国买100架阵风，在那个欧洲这些国家，对吧，送的这个 F-16战斗机，基本上可以看出这个乌克兰的一个态度啊，也就是欧洲人出钱援助乌克兰，那乌克兰尽量啊买欧洲的武器啊，如果欧洲没有，那才能买这个美国的，应该是这么个思路啊。人家欧洲人出钱呢，出钱给你，你跑到美国买武器，说怎么回事啊？当然了，欧盟没有的，对吧？那只能给美国买。但是法国和瑞典他们也不吃亏呀，对吧？他们是用冻结的俄罗斯财产，或者是到时候没收他的财产来援助乌克兰，乌克兰反过来用这个财产来买他们手上的战斗机。你说这个生意做的里里外外啊，都是要感谢这个普京啊，对吧？榜一大哥，那都是普京刷的大飞机、坦克，那总不能指望着乌克兰掏钱吧？乌克兰哪有钱付啊，对吧？乌克兰这个钱都是欧盟援助，欧盟援助是拿俄罗斯的这个冻结的财产，要么就是他利息，要么就是他冻结的财产，然后乌克兰拿着这个钱一去买他们的飞机。你看这个账算的，不光有战斗机啊，还有法国的这个其他武器系统，配备紫苑30导弹的这个 SAMP 远程防空系统、GF300雷达和无人机系统。法国啊还要援助乌克兰55台电力火车头。泽连斯基啊昨天在与这个希腊总理啊叫米佐塔斯基会晤期间，希腊就今冬向乌克兰供应天然气与乌克兰签署了意向书。乌克兰绝大多数发电厂、天然气生产设施以及火力发电厂已成为俄罗斯导弹与无人机的攻击目标。今日啊，乌克兰与希腊达成协议，是乌克兰为保障冬季燃气供应所制定的能源一揽子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输气工作将于1月正式启动。除及时供应协议外，双方还达成了长期合作安排。这个泽连斯基怎么跑去希腊买气去了呢？实际上啊，说来也很巧啊，这个希腊到乌克兰的这个天然气管道啊，实际上是以前苏联修的啊，就是从苏联啊经过乌克兰到欧洲的天然气管道。现在乌克兰啊把这个管道到俄罗斯的这一段关掉了。以前是俄罗斯通过乌克兰，对吧，往希腊运送天然气，应该是这样子的啊。那现在呢，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个应该是今年1月份，对吧？这个合作就终止了，后面不续签了，俄罗斯的天然气就没有办法通过乌克兰再往欧洲运。但是乌克兰自己也需要天然气过冬，怎么办呢？所以他就从希腊买天然气，因为他们管道是通的。那希腊的天然气从哪儿来的呢？说是通过巴尔干管道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美国液化天然气的涌入保障了乌克兰电力供应、家庭供暖和经济发展，使乌克兰能够在冬季困境中奋起反击，而不至于崩溃。美国也受益其中啊！这些天然气直接来自美国生产商，这既促进了美国的出口和就业，又间接的支持了乌克兰的抵抗运动。根据乌克兰真理报11月17号报道啊，希腊与美国签署首份长期液化天然气合同，2030年起每年进口7亿平方米，为期20年。该批天然气计划于2026年1月自希腊亚历山德鲁波利斯港起运，途经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亚和摩尔多瓦，最终抵达乌克兰和奥德萨，链接希腊和保加利亚的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管道近期开通，使希腊能够参与构建一条垂直天然气走廊，向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乌克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运送天然气。你看看啊，简直是一网打尽呐！以后这个匈牙利、斯洛伐克他就不需要再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了，都从希腊这儿走了，包括乌克兰。所以俄罗斯这个战怎么打都是输了啊！你的客户都没了。以前这个东欧这一国家高度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现在客户被希腊撬走了。丹麦向乌克兰交付8.3亿欧元武器，买单者竟是俄罗斯。这笔钱并非丹麦出资，而是源自欧盟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所产生的收益。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报告，乌克兰在乌克兰基金框架内从欧盟获得59亿欧元。泽连斯基指出今天我们的合作伙伴做出了支持我国的重要决定，重要的是这个由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收益提供资金，这迫使俄罗斯为其侵略行为付出代价。乌克兰正积极投资导弹研发，并旨在按照与无人机相同的原则打造一个武器市场。针对导弹项目的财政拨款已开始发放，目前有数家乌克兰公司正处于导弹研发的不同阶段。2024年，乌克兰生产220万架各类无人机，并计划今年将这一数字提升至450万架。除巡航导弹外，乌克兰还在研发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导弹混合体。至于火烈鸟巡航导弹的成本每枚约110万美元，而一架勇猛型攻击无人机价值约20万美元。这个乌克兰的外长西比加表示，如果资金到位，2026年目标是生产2000万架无人机，明年又增长4倍5倍。那今年是400万架到450万架，明年是2000万架。根据乌克兰媒体援引彭博社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与美国联合开始生产拦截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能够对抗俄罗斯的攻击型无人机。泽连斯基表示这是美乌联合生产项目，我希望未来我们能生产更多拦截无人机。泽连斯基表示到11月底，乌克兰将每天生产600到800架拦截无人机。这个特朗普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好像对普京又不满了。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表示他说他支持国会共和党人正在制定一项对俄制裁法案，该法案将对任何与俄罗斯有业务往来的国家实施非常严厉的制裁。若法案通过，预计2个印度等国都将受到影响。特朗普提及的是参议员格雷厄姆推动的一项法案，该法案授权特朗普对进口俄罗斯能源产品的国家征收最高500%的进口关税。特朗普还说伊朗也可能被列入制裁名单，这个恐怕是给俄罗斯进一步施压呀。鉴于特朗普过往的记录和摇摆不定的立场，目前很少有人把这些警告当回事。又一个俄罗斯的小兄弟跟俄罗斯翻脸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霸气回怼拉夫罗夫，你没有权利教导我们如何说话。就是最近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这个签署法令要求国民在公开场合尽可能的使用吉尔吉斯斯坦语言。不料此举遭到俄罗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的严厉警告，指出该法令涉嫌歧视俄语。这一套又来了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这个拉夫罗夫要求吉尔吉斯斯坦必须废除，否则后果自负。而面对俄方强硬警告，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巴罗夫毫不示弱，硬核回怼说简直是混战逻辑。难道你们想再来一次特别军事行动？流氓他有他的流氓习气就是路径依赖。一个乌克兰还没搞定，现在又准备对这个吉尔吉斯斯坦下手。很显然这些中亚国家都在积极的推进去俄化，尤其是跑到美国跟特朗普搞了一个什么5+1会谈是吧？峰会，在那个峰会上，这些斯坦的总统们轮番拍这个特朗普的马屁吹捧特朗普那正是眉来眼去，暗送秋波积极的导向美国的远离俄罗斯嘛。那一回了之后，人家就马不停蹄立马安排去俄化。这个时候你不趁着这个时候跟俄罗斯划清界限，你什么时候划清对吧？永远变成人家的这个后花园嘛，没有自主权。那俄罗斯人当然不允许所以拉夫罗夫就跳出来，结果人家不鸟他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波罗夫说难道你们还想再次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吗？英国取代美国
成为俄罗斯头号敌人。这是《卫报》报道啊，说根据该媒体报道，犹如克里姆林宫的宣传，在俄罗斯人眼中，英国已成为主要的外部敌人和几乎所有的阴谋的源头，从破坏北溪管道到试图挖角俄罗斯飞行员。敌意的新高度被解释为克里姆林宫希望恢复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不想直接批评美国，因此只好把俄罗斯的头号敌人这个帽子送给了英国。因此，莫斯科经常指责伦敦升级冲突和煽动，并提醒人们，英国是最早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并积极分享情报的国家之一。在克里姆林宫的话语体系中，昂格鲁萨克逊一词已变为西方阴谋的代名词，而英国情报机构则成为最喜欢的敌人。该媒体写道在列瓦达中心一项调查中，49%的俄罗斯人认为英国为头号敌人，仅次于德国。文章指出说俄罗斯宣传机器一如既往地表现出矛盾就是右脑攻击左脑说英国既被描绘成衰弱的殖民阴影，又被视为对全球事务有巨大影响的国家。同时，尽管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总体恶化，伦敦却越来越多地被归入特殊敌人的类别。这个大家都能理解普京现在正想拉拢特朗普引诱特朗普，所以不好把美国列为头号敌人这个毕竟俄罗斯总统助理叫乌沙科夫16号透露说，普京和特朗普的会晤虽然推迟了，但是双方没有断了联系，也就是双方没有互相拉黑对吧？联系方式还是有的。那俄罗斯国内现在什么情况呢？根据美联社报道为了填补财政缺口，克里姆林宫将于1月1日将增值税从 20% 提高到 22%， 这无疑对俄罗斯普通民众直接征税。经济研究所指出，石油收入正在大幅下降，而战争引发的通胀率高达 8%， 基准利率更是高达 16.5%， 由于无法借贷，普京正将战争的全部成本转嫁给家庭和小型企业。一度喧嚣尘上的这个俄罗斯要在某国发行熊猫债，现在也不了了之嘛，对吧？还是没得逞新的增值税规则甚至将最小的企业也纳入其中，到2028年门槛将从6000万卢布降至1000万卢布。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街角的小店、理发店、报亭，所有这些都将首次被迫征收增值税，许多店家会直接关门大吉，各处税收大幅上涨。伏特加酒的消费税超过每公升84卢布，葡萄酒、啤酒、电子烟、香烟税收也相应提高，驾驶执照费用大幅上涨。政府正准备对智能手机和笔记本征收高达5000卢布的科技税，还要征收科技税这个俄罗斯人有福气了，果然是越打越富有美联社采访的俄罗斯人直言不讳，涨价将摧毁小型企业，并推高全国食品价格。一位莫斯科市民表示，中小企业将会倒闭，预算只会减少，不会增加。经济学家表示，以这个速度，他还能为战争筹集12到14个月的资金，之后他必须做出选择，削减军费还是压榨消费者，让他们在每一次购物、每一次账单、每一项税收中感受到战争的影响。俄罗斯人终于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体会到战争跟他们有关系，战争对吧，已经融入他们生活了。经济学家说还能坚持12到14个月。当记者问梅德韦杰夫当前局势时，梅德韦杰夫突然变得脸色难看，情绪狂躁，大声谩骂乌克兰总统是绿苍蝇，用乌克兰人民的生命为自己谋政绩，成英雄，是赤裸裸的独裁者、强盗。每当梅德韦杰夫这个指桑骂槐骂普京的时候，大家就应该意识到要么是普京的权势受到挑战，有所松动，要么就是乌军在前线又是打击了俄军俄军前线吃紧。梅德韦杰夫也不过是借机对吧，指桑骂槐，指鸡骂狗，骂一骂这个普京出气而已。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